上师大宝，这书信和礼品是喇嘛拥灯嘉措给您的，我是派来学咒术的，请大发慈悲吧，传我这个不幸的人一个咒术吧。好的，我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。哦，是这样。行了，你的事我全知道了。我的朋友重义气，严守誓约，我会按照他的要求传授你咒术。不过，先要在山脚下面修建一间修行室，修一间下面有3层，上面有1层，别人不知道门在哪儿的修行室。是的，师父。文喜，我来帮你吧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摆这儿。这样来盖房子。我这咒术是绝密的，现在是要传授给你，你要一心一意修习，7天时间就行了，就一定会灵验的。在修行室里坐的时间长了，心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妄念，眼前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东西。那时候要特别注意，不能让那些恐惧感和幻觉困扰自己，否则就会走火入魔的，不能成功。文喜，学咒术学7天就行了，这回你也行了，现在回来吧。师父啊，我是从远方来的，请让我再修7天吧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就再去修吧。来，大家好好的装饰一下。来，这个摆在这里。这个摆好。哎，你说有关文喜要报仇的事儿，怎么杳无音信了呀？俗话说外人做主人，主人赶出门，他们太可怜了。这些狠心的人，即使文喜口中的咒力治不住他们，也逃不了3宝的真实法力的。走。叔父和姑母他们2个有那么多儿子，我们最好保持沉默。有句俗语说了，嘴闭住便无官事，走平路就不会跌倒，这个你没听说过吗？哎，走。文喜，你修咒术修了14天，今夜坛城的周围咒力要应验了，你也随了心愿了。哦，还有2个要杀的，是杀呢，还是留着呢？师父，作为善恶报应的证据，那就留下他们吧。走，我们也去祝贺他们。走。新娘子来了。吉祥如意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今天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。是啊。很不错。
你经历了14天反复召唤，你要的就是这。好的，谢谢。这些东西的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大家来品尝一下。哈哈哈哈。